相信大家眾所周知，其實現階段已經上秋天嚟㗎啦。喂，大佬，中秋都過咗咁耐，立冬都嚟緊，華仔 is on the way 啊！但係喺廣東，秋天依然一啲 on the way嘅感覺都冇。喺近段時間係降咗2次溫，一次係2日，一次1日咯。但係我哋其實開冷氣都降溫嘅，咁開冷氣嗰陣會唔會有秋天嘅感覺？唔會㗎嘛，你唔會一開冷氣你就，哎呀！突然之間好想食臘味飯添，你唔會咁吊癮㗎嘛？好心啊，睇下人哋北方嘅秋天嚟得幾咁有 feel， 幾有畫面感。碧雲天，黃葉地，落霞雨咕咕咕烏似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，晴空一鶴排雲上，便有詩情到碧霄啊！係啊，我係特登讀錯㗎，吹咩？出政治。觀霧齊飛啊，遠景闊，中景清，近景靚，一個字講晒秋高氣爽啦，即係。但係廣東嘅秋天就嚟得冇咁雅啦，即係佢每次嚟都有一種入室打劫嘅感覺。明明係冇人發現佢嚟咗，但係就唔知硬係點解好似俾人中咗一錘咁，每次都正正咁中喺我哋個喉嚨上面。若果有一日你起身突然之間發覺自己喉嚨好痛啊，你第一次先發現原來你粒喉嚨定係可以生到咁大粒。係啊，呢期棟篤笑話應該上個禮拜出街，就係因為我上個禮拜成個禮拜都發燒感冒喉嚨痛，所以先唔出街。嗰種感覺我啱啱經歷完，即係好似有人中完你個喉嚨，跟住留低咗個拳頭喺你喉嚨咁。飲水佢又中你一嘢，食嘢佢又中你一嘢，最後陰公到係連口水都唔敢吞，淨係做咗一個吞煙嘅假動作。佛山無影㗎，冇錯，秋天嚟啦。而喺廣東，唯一一個可以證明秋天嚟咗嘅症狀就係喉嚨痛。你廣東嘅樹葉會變黃嘅咩？你廣東嘅氣溫會變凍嘅咩？甚至有可能仲打緊颱風添啊！係咯，咁點解會喉嚨痛？因為乾燥。係啊，即係好反直覺。一個沿海嘅省份去到秋天竟然會係乾燥，一個回南天嘅時候相對濕度可以去到2%萬。喂嗱，你搞清楚啊，8%係數學嘅極限，唔係廣東嘅極限。齊天大聖取經嗰陣路經廣東，佢覺得自己翻去鄉下。哇！呢個地方仲濕過水簾洞喎，真係濕啫！咁濕嘅一個地方，一入秋竟然係乾到好似拍緊恐怖片一樣。一開始，所有人都以為只不過係一次普通嘅降溫。點啊？你冇嘢係嘛？今日真係好乾啊，仲不停咁流鼻水添啊！嘴唇好乾啊，有冇潤唇膏啊？手霜唔小心擠多咗，你要唔要？And this is Canton， 廣東一生。唔知係點啊？即係你係永遠估佢唔到，入咗秋之後，你嘅人類身體係可以做到好乾嘅同時咧，又好濕氣重嘅喎。即係咩意思啊？沙漠爆水管啊！解釋唔到嘅咧，科學解釋唔到啊！廣東人就係咁神奇嘅。我唔係拋你啊！再過多2年，我哋廣東人有可能係會變成兩棲動物㗎。喺塊面嘅兩邊進化一對腮出嚟。回南天嘅時候，我哋就用對腮嚟到呼吸，然後再喺背脊度生多2隻駝峰，一隻愛嚟裝冰美式，一隻愛嚟裝老火湯。然後每人係有3個胃啦，因為菜有菜肚，湯有湯肚，甜品有甜品肚。1年2季，又可以補水，又可以身體健康，又呢樣嗰樣啊，反正係完美生物啦。當然啦，以上呢啲其實只不過係小兒科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有請入秋以嚟最大嘅受害者——鼻炎患者。一提起鼻炎2個字，我就想打一次。鼻炎患者本身就脆弱㗎啦，有啲乜嘢醫喐直接變身大地屎。而更加絕望嘅係，廣東入秋之後嘅所有變化都好似喺度針對緊啲鼻炎患者。降溫啦，乾燥啦，粉塵塵蟎增多啦。甚至見到人哋打乞嗤，自己都忍唔住想打。人類係咁噶啦，見到人哋打喊路，哇佢咁爽嘅，我又打；見到佢打乞嗤，哇咁爽嘅，我又打。係啊，人類不嬲都好中意捉跟尾狗啦。人類見到人嘔，自己又想嘔噶。唔好，千祈唔好啊！仆街啦！
係講笑，即係如果可以嘅話，我相信好多鼻炎患者，若果佢哋有得揀啊，佢係想做伏地魔噶，只要唔使喪打乞嗤、喪流鼻涕，同成個魔法世界為敵，又有咩所謂啊？啱啱你嘅得啩，隨你鼻哥。大家唔需要太緊張啊，收翻你支魔杖先啊。雖則廣東嘅秋天係好難頂，但係勝在佢短啊嘛。呢條片錄製嘅時間，琴日降完溫，今日又升翻啦，凍咗幾耐啫？2日俾多佢啦。仲咳啊，仲咳要搽嗰個。人類見到人嘔，自己又想嘔噶。嚟，會啊！你見到人嘔，你唔想嘔？你見到人嘔，哇！我都想嘔。